地人在地前来到南投的民间有回乡的青年，把厝内底仓库打造做甜品店，卖豆花、卖仙草、卖串冰等等，拢是手工的，游客拢真介意。 伫民间落水车头边的家厝啊，你若无详细看，未发现讲这间真特殊的店。这是返乡的青年陈家基为国外返来故乡，改造本来仓库，互旧厝变成有创意的商店。 头家娘呢，这个小女生啊，真古锥，真可爱，佮真亲切吼。咱遮的不管冰啦、豆花啦，还是伊的料啦，拢是因家己做，拢是手工做的。伊细汉就伫民间大汉，对在地有真深的感情。几年前为国外返来故乡，开这间店，讲起来真有勇气。 阿嬷在我们家那边也是开串冰店，对，然后我们的料也都是自己做的，像我们采用民间在地的凤梨。 乡长希望讲，返乡青年陈家基的勇气，会使互更较一人愿意返来故乡发展民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